Hello，你好，我係 Ernest，係 Financial Partners 嘅大中華區董事。上個星期五同大家都講過，今個星期一定要睇住國內股市表現。唔夠兩日，今日就滬深300又跌到2500邊啦嚇。咁其實除咗嗰個股市低迷咧，最近嚟講人民幣匯價都偏軟翻嘅。咁今日想同大家講講啦，10月份咧中國嗰個外匯嗰個嘅佔款餘額咧，比9月份咧其實係減少咗200幾億嘅嚇。亦都係4年嚟咧首次負增長。咁大家好關心嘅熱錢外流呢個問題啦。即係有啲人問我會唔會持續？其實我相信咧喺短時間咧有機會咧仍然會維持翻呢個情況啊。首先咧就係話呢個歐債嗰個危機，大家見到不斷惡化啦嚇，都要到6國嘅聯手要去干預㗎嚇。咁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嗰個市場咧，其實真係欠缺咗一個流動性喺度。當然啦，之前即係入咗一啲嘅新興市場嘅熱錢，而家紛紛撤離亦都唔出奇嘅。尤其是大家見得到啦，其實上個星期咧，國內 B 股嗰個表現亦都係幾差，曾經有一日咧下跌成6% 咁多。如果你話講翻香港咧，其實早咧喺一個嘅 Q3 頭咧，其實你一見到外資咧已經偷雞咁喺度流走緊啲熱錢㗎嚇。其次就係講到人民幣嗰個匯價啦，開始弱化啦。其實大家留意翻嗰個嘅即係10月嗰個貿易嗰個嘅順差繼續收窄啦，其實亦都睇得到咧。即係自己本身嗰個嘅出口繼續都係應該嚟講咧疲軟，尤其是外來嗰個經濟咁差。我需要相信咧11月嗰個嘅出口盈餘咧仍然會繼續進一步收窄嘅。其實你見得到 NDF 咧亦都顯示翻人民幣嗰個嘅匯價有貶值嘅預期嘅嚇。當然咧熱錢即係最重要嚟講咧就係喺之前喺中國炒作啦，亦都見得到即係成日講個股市咁低迷，而嗰個房地產亦都係俾中央打壓咧。其實真係要有一個暴利嘅空間漸漸縮少啊！再加上其實國內嗰個緊縮政策咧，亦都好難全面放鬆嘅情況之下咧，我相信啲熱錢咧短時間咧仍然我相信見到歐洲嘅市都會流翻走少少啊！短期嚟講咧，就呢啲熱錢流走咧。不能避免就係話會影響個資金壓力嘅層面嘅嚇，亦都對一啲嘅投資嗰個嘅投機較大嗰啲嘅資產咧個價格波動會大啲。亦都因為咁咧，其實央行咧亦都有向呢個市場咧注入一啲流動性，以緩解嗰個資金嘅壓力。譬如將呢個存款準備金下調啦。但係長時間嚟講咧，大家都知道熱錢咧其實係一種投機嘅活動，令到呢個資產嘅泡沫出現嘅。我相信嚟講咧，所以譬如中長線嚟講咧，其實呢一個嘅即係泡沫可以咧，因為呢個熱錢流走咧而減輕嘅嚇。但係最重要，大家留意翻啦，呢個滬深300又再跌到2500邊，希望即係今個月守得住，甚至乎盡快要上翻呢個2600，亦都對年尾呢個港股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喺度。